台中市计划要伫个74号道路台里的路段来做交流道，也毋过有一间透天厝拄好徛伫个交流道的用地。这个厝主同意，甲这个厝搬山3公尺，这真正是咧搬厝咯。工人伫咧厝的第二卡放枕木含杠杠，佮用千斤秤为边啊慢慢啊扫。透天厝就安尼为后壁平行刷叮当。快速道路出口的用地正好紧邻透天厝的建地，因此现在工人正在用枕木跟千斤顶，要把透天厝往斜后方平移将近3公尺。透过点影会当看到厝豆豆刷叮当，不过透天厝超过2000栋，佮伫咧相当的农地，是要安怎解刷？咱来听专家安怎解说。每个房子的四个面都要做抗压板，等水泥的硬度达到大概70%左右，开始安装千斤顶，总共大概25株的100公吨的千斤顶。台中市计划伫咧74号快速道路第2段起新的交流道，不过透天厝大号起伫咧交流道顶，就想着用补偿金来桥。厝主同意甲厝为后壁刷3公尺，互交流道会当顺利起好。我这只厝若无紧刷，可能因遐进度会慢去，连透雨天，连元旦拢师傅拢无休困。虽讲厝伫咧刷叮当，不过厝内水电设备同款会当用，唔免拆厝，搁当互工程做好。一摆刷出的问题，嘛有大家讨论甲来噗噗。